如果大家想要讀水雲軒書包同埋松苑中學書包，想要比較低成本嘅，呢個係比較好嘅一個方法哈。Hello， 各位早晨啦哈！啱先咧同我一個客戶去睇咗呢棟嘢，唔係成棟啊哈，睇呢度嘅住宅性質嘅公寓，東區華鴻酒店呢種房咧最大一個優勢啊，唔係話佢裏邊有幾靚哈，最主要就係可以比較低成本啦，買套呢啲就可以讀到對面嘅水雲軒書包同埋東區嘅松苑中學嘅書包啊哈。呢種呢，而家咩價錢？如果佢係一房嘅，大概就20零萬可以攞得到。另外呢，我朋友睇嘅大少少哈，一房一廳60幾個方嘅，總價33萬。如果大家想要讀水雲軒書包同埋松苑中學書包，想要比較低成本嘅，呢個係比較好嘅一個方法哈。買入東區嘅華鴻公寓酒店，成個東區水雲軒片區周邊嘅成本比較低嘅就係呢個產品啦哈，買入嘅成本等於好似我哋喺香山小學呢，就係買紫園咁樣一個道理啦。咁呢度租售比呢，大概就係月租細嘅嗰隻戶人就1000蚊。咁啱先我睇嗰個呢，就租緊1300啊哈。咁如果大家只係為咗入戶想要讀水雲軒小學嘅，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性價比嘅一個方案啦哈。有興趣你揾我，分享到呢度先，拜拜。